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唠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了这两天的新闻，故宫的工作人员一日无细里弄破碗，落尾发现讲弄破的唔是一般的碗，嘛唔是国宝，算是第三级一般的古物。若是要讲到宝，就要讲到魔宫顶。过去拢总有18个主人得过，嘛有一寡传说。唠台语讲新闻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最近有一件大家拢足关心的消息，就是故宫竟然弄破碗，是啥物物件破去啊？今仔日带你来了解，破去的物件就是这3项文物。第一个是明代顶悬有画2只龙的这块碗，佮有清代的这个黄色的花仔碗，这2块碗拢破去啊！是旧年故宫的工作人员伫整理文物的时阵，这2块碗伫箱仔内面就破去啊！故宫讲这应该是这2块碗进前就必须是用目睭看袂到的伤痕，所以呢加上伊放伤久啊，才会破去。佮来是清代这个白色的盘仔，顶悬佮画花啊。这块盘仔嘛破去啊，是今年工作人员伫整理文物的时阵，无说你落伫涂骹。啊，毋过呢，这3个文物全部拢毋是国宝，拢是历史的文物，所以阮会使知影，故宫内面毋是全部拢是国宝。伫故宫内面的文物会分做3个等级，第一个是国宝，第2个是重要的古物，第3个是一般的古物。即马伫故宫内面总共有70万件的文物，内面只有400件是国宝尔。亲像阮即马去故宫，拢最爱看的翠玉白菜甲肉形石，这2个拢是重要古物。翠玉白菜是来自清朝，伊是规粒翠玉雕刻出来的，伊的顶悬阁有2只草莓啊，伊的意思就是爱祝福。多子多孙，这粒肉形石嘛是同款，来自清朝，伊是一粒马肉，伊的表面经过染色，所以看起来就像一块3层肉。伫故宫内面，想要成为国宝无遮尔简单，想要成为国宝要有4个条件，就是你的历史上的意义，爱袂使叫取代，佮爱有文化的意涵。全世界只有一个尔，你有年代，佮爱佮古长。亲像毛公鼎，毛公鼎就是故宫的古宝。毛公鼎是西周的青铜鼎，伊甲故宫内面的另外2个文物同款，拢是故宫的3宝之一。毛公鼎其实伫所有的历史的文物内面，伊毋是上大，嘛毋是上重，顶头的装饰嘛毋是上水的。为虾米伊遮尔重要？就是因为毛公鼎伊的内面有500字的铭文，这铭文写甲足整齐，而且佫是全世界上长的铭文，所以毛公鼎才会使成为国宝。而且呢，这个国宝佫有足神秘的传说。传说，若是8字收起的人收藏，这个人就会行衰运。传说进前就已经有18个人收藏过，这18个人毋是破病，就是过身，所以爱安怎办呢？就决定甲毛公鼎送互国家，因为国家的名较硬，所以毛公鼎有这个传说，毛公鼎的名声就更较有名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甲镜头向移动主播。